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听电视台啊，安尼见来见变化，大家动接触有呀哈里片的东西，说呀哈里片的东西，做呀希望做的提高我们做事情的速率，但是呢。其实也还有越来越多人就想要回归到我们最原始、最传统、最简单的生活。今日爱同大家小姐家伫两沙迄两公婆，家到伫新竹公林的山峰哦。有一块自己的田，能够做出自家做的东西，爱同大家来分享，大家来分享家的。提早系我们的嘉亮哥，分享嘉亮哥你好。大家好，我是嘉亮哈。那我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谢谢。好，分享嘉亮哥，接下来是我们的德安姐，欢迎德安姐。大家好，我是德安，我嘛东方喜来到了，特别让大家分享我的个产品哈。真嘅，我的产品啊，其实好像大部分是素食为主，对不对？全部都是素食，超毛。全部就会是窄耶，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吃素对我们来讲，第一个是一个健康的概念嘛，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吃素是有助于环保的。在之前我看到的新闻，我头摆看到的新闻就会讲，你知道我们全世界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最大部分是什么东西吗？当然，我们的工业的问题，那我们的可能汽车的排放的废气，也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多的一些因素。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养了这些动物，我们养了这些牛啊、猪啊、羊啊，它们放的屁，没错，就是他们放的屁产生很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当我们吃少一点点的肉，这世界上可能少养一点点的这些动物，那可能我们的碳排放量就会少一些些。但是呢，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色仔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呼吁环保。所以你们的产品大致上有哪几类呢？是这样的，我们本身也是素食者哈，然后呢，所以我们做的东西都是素食的材料。对。那因为素食者呢，比较就是说需要很大量的蛋白质，它没有办法从肉类摄取，所以呢，我们就是用黄豆为我们的主食。那以目前来讲，我们的黄豆制品就是豆腐啊、豆干，然后豆浆面包，然后还有天贝，对，所以有这么多类的东西。但是因为前一阵子啊，其实这个网天伟啊，泰嘎新闻也常常在有播出，就是关于黄豆的一些报道，比如说黄豆它的豆子可能是基因改造的，或者是说黄豆这些豆类的制品比较容易有黄曲毒素的残留。那你们要怎么样把关呀？的去改网天伟呢？目前的话，我们刚开始自己做的时候，因为为了要自己吃健康嘛，然后呢，我到坊间的，我还是去有机商店去买那个黄豆回来，然后我想说，就是听说催芽的豆子，就是催芽过程，就是有催芽过之后呢，它的营养成分会比较高。那为了自己的健康，所以我就进行催芽，就发现吹了半天都吹不出来，然后豆子也发臭了。古时候也是有几点买的体位，不过这个催芽的方式，你没办法有芽爆出来。对。然后后来我就去查一些资料，才慢慢了解说，在制作过程才知道说，原来黄豆呢，它在很多过程中，储藏如果说储藏不当，受到黄曲毒素的污染啊，或者说呢，它是基改的豆子，那基改豆的话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不发芽，另外一种或者是说它的发芽率很低，不是很高。然后这两点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方式，一方面也是吸取它的营养，然后一方面也可以做一个判别方式，所以我们就是用催芽这个方式来摄取我们的营养，然后也借由此来判定说它是不是好的豆子。好的豆子，摆太久的豆子它也不会发芽。所以它就算是有机的，就算是好的调味，它永久的，对，也不会发芽了。真的哦。对对对，所以其实应该按你讲，你大部分市面后买的调味是不是可能都不太会发芽？能够发芽的我们叫做活的豆子，或能够发芽不能够的，发芽的我们就叫它死豆。对，它应该要会发芽的才对啊。就像你喊 CS 节自然课做实验，不是一买一六调味买回来，它就应该要可以自己发芽吗？但是黄豆却没有办法，很少在外面一般我们你都得买一豆的蒙调味，对不对？对。那既然刚刚德安姐说他们想要去嘎周亚催芽的豆浆，为什么会想要做催芽的豆浆呢？就刚刚讲了，因为我们自己是素食者嘛，然后呢又是常常要吃这些豆类，但是是不是很麻烦这个催芽的过程？对呀，对呀，对，催芽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步骤？因为其实改某宽沟这个网贴位真的让它催芽的过程，可以跟大家稍微解说一下吗？好啊。一般我们拿到这个黄豆呢，我们是买高发芽率的那个有机黄豆，然后呢就是先泡水，泡水之后让它豆子吸饱水，吸饱水之后再把水沥干，然后再在那个把它盖好，盖好之后呢，让它时间去等待它的发芽。那在这过程中，像天气热啊，我们还要再多洗几次，因为怕它会经过高温，然后有细菌腐败，会那个坏掉，发酵会坏掉。对对对，因为其实网贴位是很容易腐败的一个东西，有时候你去给它煮透呢，不用都不卡本兄弟，都可能2天3天，味道就不对了。对，所以催芽黄豆要催芽，这个过程跟步骤必须要很仔细，而且冬天夏天可能催芽的时间还不一样，对不对？对。那催芽的豆浆比一般豆浆还要营养喽，这么说的话。理论上是因为种子在发芽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大量的营养素出来，所以我们就是在它最营养的时候，把它制成我们的豆浆、豆腐、豆类制品这样子。所以芽就会你催芽过后的豆浆，对不对？而且刚刚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天然的竹制吸管，对不对？但是我刚刚喝有点喝不太起来，可能要换因为太天然了。它是没有糖但是它好浓郁哦，对不对？你可以换一根吸管看看。换一根，一定要用竹制吸管喝就是了。它的味道好浓。对。我在外面 Dinoble 可能一般超商买的，韩国亚黑我们早餐店买的都没有到这么浓的香味，它真的就是一股豆类的味道冲上来，冲到屁股底度。对，所以因为我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有同嘉亮哥聊天，有同来讲豆浆是有分度的。对不对？浓度，这个浓度是可以检测的。对，用光学仪器去检测。用光学仪器去检测。叫屈光度计。屈光度计，跟你要得会台内有去做检测。就自己家里就可以做检测了。就测到8度以上。8度以上的浓度的豆浆，对不对？那可以跟大家比较一下，我们一般可能我们的便利商店里面买到的豆浆，测得到的度数大概是多少？一般来讲，就是说要在无糖的状态下去测，才能检测。无糖的状态下去检测，一般通常5、6度之间。5、6度之间。那如果它加了糖，因为糖会干扰屈光度，那测出来是糖度，就不是豆浆的浓度。哦，不过你懂接 Dinoble 色豆诶。我曾经喝过，你调嫩色起来啊，觉得口感好像很浓稠，可是味道却好像没有那么浓。你还蛮敢演绎嘛？其实这个各个厂家有各个厂家的做法，这方面我们也不便去探讨它
做了什么动作。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喝豆浆的人，自己先做一杯属于自己确定的浓度，气嘎煮、气嘎大、气嘎深，对，喝喝看这样子的浓度，黑不黑你气嘎这样子的味道，对不对？因为黑你气嘎周呀，故事你轻敌共这个浓度、这个味道应该是要长这样子。对。以台湾不能的米西应该会上到岸的。对不对？那你有好的这个催芽的豆浆，因为啊，除台台湾还有其他的产品哦，对不对？你董家丁都不会看到有卖台湾听上去有卖豆腐，而且你们的豆腐糖跟含铜配一模共用。一般我们的豆腐最传统的做法就是用砂膏、用石膏来制作。那其实俺妈妈地方还有董家公，他想要自己做豆腐，他想要用盐卤做豆腐，但是我听他讲了那么久，好像还没有开始做，因为感觉就会懂难的一种东西。到底盐卤是什么东西啊？盐卤它在化工大词典里头，它的名称就叫做氯化镁。氯化镁 ，MgCl2，氯化镁。那氯化镁的含量要超过92%以上。对，在化学词典里头是这么去定义它。要超过92%的氯化镁才能够叫盐卤。才能够叫盐卤，所以是高浓度的氯化镁，它就是盐卤，可以让豆浆凝结成豆腐。生了呀，这个你知道，刚刚我好像听了那个化学老师在跟我讲解这个化学的那个整个变化。没错，你等下休息过后就会来谈嘉亮哥怎么解释生了盐卤应用的来做豆腐哦。先休息一下。好，分享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嘅節目，我係做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紹介係嘉亮哥跟德安姐，佢哋用自家用心，能夠做出自家識嘅東西，我同大家來分享。剛才一開始有講到佢哋用呀清好嘅調味、清奇嘅調味，這樣做的來做這個催芽的調嫩，因為調嫩以後殺下來就會來做豆腐了。那我們講了，其實這個是取代了石膏，我們用鹽卤，就是高濃度的氯化鎂，來讓豆漿成型成豆腐，對不對？對。那一般你看到的用砂膏做的豆腐，它是加了就是石膏，就是讓它蓋質，然後讓它變成豆腐。那氯化鎂又是怎麼樣讓豆嫩變做豆腐的呢？基本上該氯化鎂它是液態的狀態。那在我們豆漿煮熟的時間啦，豆漿滾3白啊，要給它滾3次。加氯化鎂之後要再滾3次？不是，先煮好，煮3次，完全熟了之後，那我們再把那個豆嫩裝起來，這個簡單會算1天的量啦哈。按個是加鹽滷落去，加鹽滷有些，這個就是真功夫啊。要慢慢的去手感，去感覺說轉到差不多轉唔得聽通的時間，但不是很快哦，慢慢的轉唔得聽通的時間，大概就是它的終點。那溫度大概維持在80度。所以我從剛剛嘉亮哥講到雅哈，我只有聽到一個我可以依循的標準，就是溫度80度，其他全部都是手感。很抽象，所以其實用鹽滷來做豆腐冇按改，對不對？對，沒有這麼容易。但是如果加石膏，它條件就很簡單，就是我多少的豆漿，對，很快，多少的石膏放下去，你豆腐就做好哎。我曾經很好奇去翻石膏哈，它是氯化鈣嘛，氯化鈣，對不對？氯化鈣在化學化工大詞典，大概硫酸鈣，對不起，是硫酸鈣。硫酸鈣。那翻那個化學化工大詞典，大概30-40年前的那個詞典。那以前的硫酸鈣，詞典上面是這麼說啊，它是皮革的軟化劑。可是怎麼會拿來做豆腐？拿來做什麼東西？對，我們也不知道。韓國是人家說健康的東西。對。但是後面。我們
翻回那个氯化镁啊，氯化镁在词典里头就是说它是豆腐的凝固剂，所以我们当然是就照着字典去做。你还会做到最原始的方式，对不对？可能你会花较久的时间，较长的时间，就像催芽豆浆一样，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但是你吃到的黑清眼蛋最纯净、最天然的食物，对不对？故事撒下来，你就来试看哦。就是今天嘉亮哥跟德安姐家的带来的盐卤豆腐，然后还是有炒过的，对不对？有炒过，要还加嘛个东西来炒。这是我们自己种的无毒栽培的香椿，我们把它打成酱。好，石老豆腐用它炒安用耶拿，好香哦！而且啊，我真的很喜欢吃盐卤的豆腐，因为其实头班爸爸买啥搞做的豆腐的时间，我不知道，可能我嘴巴真的比较精一点。西嘎贡，以前我吃石膏做的豆腐，其实没按好色，我就觉得它没什么味道。但是吃到用盐卤做的豆腐，我猜啦，可能它用盐卤做豆腐，豆浆的浓度必须要比较浓稠，所以豆腐的那个味道会很浓郁。古时候用盐卤做的豆腐，就懂好吃，就像这个一样，这个还加了香椿，对不对？对。而且香椿听说其实也是很营养的一种调味料。对，它是一种抗氧化物。好好吃哦！俺妈妈都讲唔用个按吐司啦，是按太好，色都讲唔出发。但是没办法，因为俺的节目底都是个小农家的带来的东西，真嘅系挺好吃的。除了豆腐做得做，豆奶做得做豆腐，不止这样，其实还可以拿来做很可爱的素烘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小餐包，但它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小餐包，它里面是用豆浆。还有豆渣，对不对？豆泡粥哎，那我们来看一下，听说里面有馅哦。你看，这里面有像奶酥一样的东西耶。这看哪？它是奶酥啊。全豆呈现，又豆浆又豆渣。该摸奶，没有牛奶在里面。这没有牛奶。对，完全没有牛奶。没有牛奶，可是这吃起来真的是奶酥的味道哎。我们用的主要材料哈，有机黄豆，韩国有机的椰子油，然后人道饲养的放牧鸡蛋，韩国地图的内馅是黄豆的全豆，黄豆的全豆就会你做豆呢，然后给留起来的这个豆泡，红豆会泡，豆浆也要再回来。豆浆还要再回来，才叫全豆。哇塞！所以其实连这个小餐包都非常非常的营养，对不对？还有有机椰子油，还有什么有机的椰子油，有机的椰子油，哇！可是椰子油不是奶糖共都有一种咪稀嘿，可是我吃起来没有哎，对不对？为什么椰子油会有一些会有很浓郁的那个椰子的味道，但有些没有？因为我其实有时候觉得那个椰子油的味道怪怪的，但这个我完全没有吃到那个怪怪的椰子油的味道。中马该不会按呢？它或许是跟黄豆一起拌椰子油的制成啊。那你讲的可能是一般冷压的椰子油，它的那个椰子的味道就比较重。古时候某 Q 用的东西啊，全部然后给组合起来，就变成按呢很营养的这个 Tailnan 的面包，对不对？全豆面包，它不止豆浆，它是全豆面包。韩国三哈雷啊，嘉亮哥跟德安姐还有带来一样东西，我其实台湾应该穷人忙着看过，它的名字也很奇特，叫做天贝。各位观众朋友有谈过吗？天是那个天空的天，贝是贝壳的贝，天贝。它是什么东西呀？我现在看到看起来有一些的葱肉，但是它其实不是肉，它里面是有那个豆子的纹理。其实那个东西很用的做诶。好，其像因其实系爱掉素食者肉，是在因某些牛，是两种的牛。对，这是我们市集一位伙伴呢，他向我推荐，他就讲说。因为我都是用黄豆来制作产品嘛，他就已经其实那天贝让来讲，
你有吃做那东西吗？好，然后我就很好奇啊，是问给你买的东西，其实讲那是天贝，然后我就回去查资料，就稍微上网查了一下天贝啊，才知道说原来它的营养价值那么高，真的哦，对，比同黄豆的比起来有多加哪的营养？一般黄豆来讲啊，哈，它经过发酵之后。它的对人体的吸收率会提高，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部分来讲，和天贝部分啊哈，它又比其他的发酵制品又更高一些。哇，就像日本人要吃纳豆一样，纳豆也是发酵过后的，对不对？对，天贝也是发酵过后的东西。对对对，它是从印尼。它一个地方，好像是爪哇，对，它那边的话，因为很贫困，然后要买肉也有点困难，对，所以他们呢，就是利用根霉菌来发酵黄豆。根霉菌在大自然中是存在在哪一个地方的这个菌？它是一种真菌，其实就是你就把它想象成菇类，它是一种真菌。对。那其实制作的方式，根霉菌要怎么跟黄豆来结合起来做天贝？好，它最麻烦的地方是讲制作的细节啦哈，应该黄豆就一层泡泡的该薄膜，对。那我们要把薄膜去掉，一粒都要把那个膜去掉。对，很麻烦。为什么你们都做这么费工的东西啊？因为想要吃它的营养。因为我们吃素，我们没有办法吃肉，对，所以只能吃天贝。天贝的成分跟鱼肉一样啊。真的，所以要把它的薄膜去掉之后呢？薄膜去掉之后呢，你再把它蒸熟，蒸熟再加入菌种下去，跟霉菌炒，然后放给发酵。哦，所以它也是发酵制品。其实刚刚LED 天丝迪度有看到那个天贝的相片，它是一颗一颗豆子，然后中间是有点像白白的真菌把它粘起来的感觉，对不对？对。所以那个中间那个白白的，就是跟霉菌它发酵之后成为的一个结构。对不对？它本身就是它的菌丝已经渗透到黄豆里面，然后就是把黄豆跟霉菌整个结合在一起，它就变成一堆，可以弄成一块一块的。哇，这个没讲哎，这因为老都给一盘黑牛，但是它可能就是跟鱼肉一样营养，对不对？比鱼肉还营养，而且好好吃哦！它吃起来没有董牛那个豆类的香味。其实一口是色类时间，我有一点担心会不会像你知道豆子发酵可能就会有点臭臭的，像纳豆这样。但其实没有，它又好吃又健康。古松看啊，加两个韩国的恩姐，其他都用轻用心做出这么多这么费工的东西，因为这本来就是其他的七家爱食嘞，也哈爱同观众朋友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来谈其他的故事。好，分享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嘅節目，我係鍾意聽阿權妹，加下頭前兩團後有色嚟當到，嘉良哥跟德安姐佢也就帶來同營養嘅一條豆類嘅製品啊，唔過唔單止安尼，也就到新竹公園呢一個地有自家啲嘅種東西，對不對？有自己在耕種，而且談講也就種嘅這個種子的來源。很重要，為什麼我要特別提到種子的來源？因為其他都會種引同太解冇共用，對不對？哎，對。怎麼說呢？一開始還有在博幼基金會當老師的時候，那個時候一邊在基金會當老師，一邊在家裡種一些自己想要吃的作物，其中有一樣就是玉米。玉米啊。該報修啊，玉米就種得很漂亮，留種，結果種出來之後，哩哩啦啦，就是留起來的種子的下一次種，完全就種不出東西。這麼高不按的呀？所以後來我們就去研究一下，發現說有一種種子，它叫做雜交一代。
那网络上面简单的叫做 F1，就像 F1 赛车那个 F1哈，可是它不是赛车了哈，它是种子。对，有调配过后，它的可能就是基因调配之后，让它在这一次长出了，我想都青姜、青 title 很漂亮，最好吃的品种最好的玉米。但是因为它的基因调配过，它的基因会流到下一代，可能其他种类的可能比较不漂亮的，就会在下一代呈现出来。它的那个 F1 留种之后到 F2 就是长得很多跟爸爸妈妈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啦啊，所以就变成说，才慢慢的去了解原来种子它还有分2大区块哈。一种叫做固定品种，固定品种就是以前我们几十年前老农夫那种自己留种下来的那种。那后面的商业种子，对，就叫做 F1，因为商业种子买了商业种子，它一次收成很均匀，长得又漂亮，对。那可是要花钱去跟种子公司买。那这样子就变成说，短期的收入是很好，对。可是大家如果说遇到种子公司有一个3长2短，那是不是就买不到种子了？全世界都没有玉米了。如果说不是农夫种不出东西，是我们老百姓没东西吃了。对，如果有一天这个种子公司给退延供他们家种子发生什么事情，它不出产了，对。那这样全世界就没有玉米了耶。对。如果大家都是跟种子公司买的话，其实不止玉米，很多产品，应该说很多的植物，我们拿来种的植物，其实都开始陆陆续续都是用 F1 的一个成的情形哦。对。我们在买种买来种，结果就不见了。不见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延续那么好的品种，对，所以就要透过保种的个动作，把它的其他的那个基因慢慢的给它找回来。因为干施工泰嘎全部就用同一种品种的某一个作物，那我们其他这个作物的其他品种，它的基因就不见了。对。其实泰嘎都会地给讲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地球需要生物的多样性，这样子我们的食物链，我们整个生态的结构才是完整的。假设我们今天少掉，比如说玉米有1、2、3、4、5、6、7、8、9个品种，我们少掉一个，但是我们还有其他8个品种可以存活，对不对？顾松瑶就会安利想要保种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听到种子公司很方便，我们就会去种子公司买回来。我们其实不会想那么多保种的这个部分。那我想这也是应该也是嘉亮哥跟德安姐兄会同胎嘎供的。尤其现在大自然的环境一直在改变，然后有时候老天不下雨就很旱，那来一场雨又变成水灾。但是如果这时候有不同品种的同一个物种存在，那可能它就是会，比如说大家的耐旱性或耐湿性不同，有留种就是有些会活下来，如果跟种子公司买的，可能就全部就死掉了。对，你留种的话，它就是适地适种这样子。对，所以你们真的想得很远呢。基因会记得在这块土地的生存方式，可是买来的 F1 种子是别的地方的生产的生长的环境，对不对？给共都要这样生长的方式，你们的保种是从比如说都是自己留种，或者是跟其他的农友拿来的种子，那自己再慢慢留种。那在这样子的环境跟土地，你也得会反应，你也得会土地会用的反应，比如说你们的水源，或者是说你们的土壤。对，水源大部分是从哪一条溪汇集而来的水？我们的地也蛮幸运的哈，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系统。那我们水是自己的地下水了哈。那我们也去送去，请农改场帮忙测它的一些重金属什么，都是在它的规格里头测不到。哇，所以它是一个很纯净的地方，唐贡没有很多小动物哦，对不对？保存，当初我们打那个
就是目前我们灌溉是用井水，那当初为了打那个井，打了100米，哇，对，取出来的那个沙子是白沙，然后那水是很甘甜的。像我们制作豆浆豆腐也是用这个水来做这样子，地下水最纯净的地下水来用这个我们的豆浆，还有做灌溉。对，那其实这个土地是非常的天然的。那我想你们的耕种方式也是非常的天然，听说连肥料都起嘎走。对，有很奇怪的名字，一个是蚯蚓堆肥，一个叫做博卡西堆肥。这里同台嘎讲，松磊这2种肥料是什么意思吗？那我来讲一下哈。照顾那个育苗啊，就像照顾小宝宝一样哈。那一刚开始要让它不生病，那不生病就让它要长得好。对，所以找了很多资料，发现说，蚯蚓肥对它的植栽长起来比较不会生病。蚯蚓的肥就是蚯蚓它的 OS， 对不对？对，你看它这里头，它的根里头缠到的地方。里头都是蚯蚓肥，所以等于说它整颗缠到根系包都会微收哈，就是蚯蚓的大便，都是养分，对，而且不止养分哦，它里头也比较不会比较抗病啊。那虫就不管了，虫它会吃，虫就有另外一个方式。但是我们提升植物自己的抵抗力，对，它自己就有一部分的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对不对？因为虫这是我们大自然，只要它的环境是平衡的，那可能一部分的菜被虫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嘎斯跟我们如果是让植物透过这种田野的皮料，本给气嘎有自己的抵抗力，让它自己的长大，自己可以保护自己，对不对？故说你太嘎，你天使导红就都在了解到，其实嘉亮哥跟德安姐家的你们是很有想法的。算是农民，但是也算是这些农产品的生产者，而且也希望可以同大家来分享。这里同大家讲一下，人家的大部分会伫那一片同大家各位消费者来见面吗？在新竹县竹北市的新瓦屋那边，叫里头新瓦屋有很多驻村单位，其中一个单位叫新竹县13好市集，13好市集，那个市集跟我们的理念是类似的，我们就大家志同道合的人凑在一起。讲哦，去到13好市集底部呀，气嘎带不很气嘎带快耶，自己带餐具，对不对？对。我们市集就是很希望说能够提倡环保这一块，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环保在地球上面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好，那我们会用到竹吸管，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那我们也希望说，来市集消费的客人，好，所谓这个带餐具，然后像我们使用的袋子，都是客人提供给我们的纸袋，回收纸袋，回收纸袋。然后这个竹吸管是在市集里面就可以得到吗？消费就可以获得？对，跟我们买豆浆产品，我们就送他竹吸管。好可爱哦！呀，还有懂你在团购那个不锈钢吸管，其实不锈钢当然也很好，但是我觉得竹子的吸管更契合我们的大自然，对不对？100年之后它不见了，可是不锈钢100年之后还在垃圾堆啊，还在垃圾堆。但是我们竹吸管它是可以自然腐化的。哎呀，都市集里面去找嘉亮哥，去找德安姐，就说对买豆，买豆那就说对豆要找吸管哦，很可爱的吸管。好，今天真感动，感谢嘉亮哥，也很谢谢德安姐来到节目里面同大家的分享。你们的好产品，还有同大家分享你的好理念。故说各位观众朋友，假使你的咩喜欢德安姐跟嘉亮哥给的产品的话，分享大家去到13好市集，请给得了哦，对不对？故说今天沈梦两位来到节目现场，谢谢，谢谢。咩沈梦各位观众朋友的时间，先休息一下，等下我停地运动欣赏，好好来运动一下了。